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日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疫情指挥中心今宣布讲，启动保留旅游气泡，4月初1会有头一团，旅客上济100人，出发之前也要爱采检阴性才会当出发。台湾天然美景真济，好山好水好佚佗，不过因为欠水的问题，一寡美景拢看袂到咯。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正式启动保留的旅游气泡计划，4月初1会有头一团去到保留旅游，旅客上济是101人。目前是由华航甲旅行工会协商接待旅行社的名单，规团是白做伙，袂当互游客四界拍照。出发进前也着爱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上飞轮机。卫福部、外交部、交通部斗阵出席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宣布积极启动台北旅游泡泡计划，确定咱国家北流首发团4月初1出发，限制专程带团未安排个人的行程，旅行社必须先规划停好的所在，撇开当地民众大所在，团体行程一律定点来转接。交通工具爱每工消毒，团客爱住伫当地卫生单位认证的安全防疫认证的旅馆，食饭有专属的所在，必须保持社交距离，而且适当分流。旅客在登机进前提早4、5点钟来到机场采检了后出发。目前是由华航跟旅行社全联会他们正在洽谈，那主要就是过去曾经超过帛琉的旅行社为主，可能有2种5天4夜跟4天3夜的行程。我们不会去定一个上限，但是我们会去跟他来详谈，要一个合理的价钱。交通部已经完成桃园机场现场的动线会勘，到时出团的旅客会伫机场分批采检，等待结果公布，开始办理出境的登机手续。旅客在倒来了后，免伫厝隔离，不过要进行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5天，必须一人一室，有独立的浴巾啊、挂水鞍，不用甲别人斗阵食饭，无正常用出外，禁止坐大众运输工具，不用到人多所在。第5天的采检，阴性了后，继续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万一不幸有团客当地旅游时确诊，规划以尽量减少移动的方式隔离治疗。我会高度予以注意了哈，那进行相关的疫调，那检讨过程是哪个地方是染疫的，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一个案例的时候，那停止这样的一个旅游。台北河开边境的大门是亚太地区旅游泡泡头一个，有旅游业已经开始受理预约，起码超过400万人报名。初步估计，因为防疫的规格有关成本，团费可能对计起来有4万起到7万到9万块左右。以目前把一个旅游的套装，加总起来，包含比如说要做2次的这个采检，等等的费用加总，大约可能会落在7万到9万之间。交通部观光局统计，疫情进前，民众一年大约有2万人去北流旅行。观光局最近的公布接待旅行社名单，让民众选择。4月开始，台北航班每礼拜飞航2个班次，由华航来飞行。因为防疫考虑，每班团客上限110人，未来会随时来检讨，看情况调整航班。记者自鸿报道。讲到咱台湾准备买注 AZ 疫苗啊，不过伫咧外国已经有几个国家因为这注了后出现血管塌掉的问题，宣布暂停使用。也那咱台湾敢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也表示讲，疫苗若准检验通过了后，2天以内会找专家学者来进行安全评估。咱国头一批 AZ 疫苗将要完成检验放行，指挥中心正是上紧28拜四，就会当发封检证明书。也不过因为国际间定传出注疫苗了后出现血管塌掉等不良反应，韩国最近也传出注了后死亡的个案。指挥中心强调，咱国注进前会由专家学者进行评估。如果顺利，那明天就会开始做风险检验。那因为近来好像国际上谈论这 AZ 疫苗的相关不良反应，好像谈论的比较多，那我们也不敢大意，等这些相关的资讯好收集，那由专家来做判断。也不过，全国全接新冠肺炎病房的18万名医护人员，符合头一批注射资格6万多人，有意愿注的比例是32.7%。敢是信心不足，但是中认为这个比例算悬，要不要安全性，也会等到科学证据来讨论。相关的一些是不是有特别的敏感的族群存在？那或者就是说，一些背景值是不是有超过等等这些要收集广泛的资料，那才能够做这些的判断。外界质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有 AZ， 所以不得不打？不会，这都是根据科学的正确来的。指挥中心强调，对国际间自 AZ 了后出现不良反应，拢会继续收集资讯，佮继续追踪。
考虑疫苗可能引起的过敏反应，目前咱国开会。治疗后需要停留伫医疗院所30分钟，大部分的急性过敏反应拢会当会获得到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进前是禁止台湾的往来，想不到中国国台办今仔佫宣布讲农林22条，讲是要支持台湾人去投资因中国的农林业发展，目的当然是要抢咱台湾的人才，甲学台湾的技术啦。另外，国台办也批评讲，伫去年已经有通报台湾有28批往来不合格，讲咱台湾确实无要改善甲回应。中国3月7日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引起各界批评。伫当下17，中国是提出新的方案，宣布对台优惠措施农林22条，讲是支持台湾人甲台资企业伫中国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是相关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伫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无论是暂停台湾地区菠萝的输入，还是出台农林22条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陆在对台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农林22条有立足新发展等3大特点，内容有农地、林地使用、用资便利，也加资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这些方面提出具体的做法，进一步为台湾人甲台湾企业提出同款的态度。国台办是讲，这甲进前的31条、26条是同一个源头，会进一步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呼吁台湾民众爱把握。我们相信，台胞台企只要抓住机遇，一定能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国台办也伫记者会上再一次声明，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是科学合理的做法。佮强调，去年要向台湾通报28批往来无合格的情形，按过无得到改善甲回应，所以才会暂停进口。批评讲是民进党当局甲你个大门关起来。关键是呢，民进党当局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不过呢是想要蒙混过关罢了。朱凤莲强调，中共一直伫协助台湾农民，不过民进党当局一直挖乌，若是说来是毋是有可能有其他的台湾水果会封禁止进口？朱凤莲表示，主管部门会依照规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宣布讲，农林22条措施要支持台湾企业去到中国发展因的农林业。不过，这款措施敢会当写到台湾人过去呢？就正南部的农民表示讲，完全无兴趣，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政策是定定改来改去。有正南会农民也讲，台湾的产业供应已经真完整，对中国措施是无感觉的。农委会伫暗头也有伫记者会顶头表示讲，中国声声句句讲是对台湾人真优先，实际上中国是想要规碗芳。中国单方面禁止输入台湾往来，也毋过国台办继续对台资企业下手，爱台湾民众把握机会。发布的农林22条回台措施中，社区地米水果花卉等条件包括提供土地、便利用资、甲开拓中国市场等。正往来的农民指出，这款条件真正是吸引人，可见中国非常想要得到台湾的技术。他要的是我们的技术，像培育品种啊，对不对？造林啊，规划啊，对不对？技术管理啊，对不对？田间管理啊，那都包括在内啊。伫台南正南会的农民指出，南会外销美国、日本拢总86个国家，产业供应成熟，对这款离岛的条件无啥感觉。台湾今天能够在外销出口的这样的国家能够具备优势，最主要是产业本身的供应的一个成熟度。所以我想这一次的一个出台的一个方式，对这目前花卉山的产业的话，我想是相对还是比较无感的。要伫外销中国的任务，农民是对中国政府无信心，烦恼政策会变来变去。兴趣缺。因为过去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对岸政府容易有一个政策急转弯，他们没有安全感。农委会尾仔举行记者会回应，表示目前已经公告409项类农产品项目禁止伫中国投资加技术合作。佮认为回台措施只是新干仔第句酒，更加提醒去大陆投资有各种无确定性。22条措施唔是回台，而是利中。它本身其实在农业部门里面遇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当然希望台湾这一边有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投资。民委会台视为例中的最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针对各台班机自去年向台湾通报28批次往来无合格，不过台湾无任何回复。防检局表示，去年接到13件通报，无但中国要求改善，就主动甲相关单位讨论，采取输出检疫强化措施，呼吁双方应该尽速进行检疫技术对话，恢复两国往来输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彰化今早起9:06的时阵，伫溪湖宝岛二林大城顶较大的变电所发生大停电，影响的范围有要到22万户。经过紧密抢修了后，伫中昼的时阵有恢复正常。台电经过调查发现，讲是伫咧彰化北头的中林变电所回流排发生故障，才会造成这款的停电。对，电脑现在没有办法开机。家己保养乡公所无电电脑拍袂开，工作人员真无奈，请讲民众也只会当先申请抓本作业。电脑啊都没有办法运作啊，等看台电什么时候供电，我们才能再开始作业。他说可以啊，他填写资料而已。填写资料而已哈。17早起9:06，南彰化的溪湖溪州北岛保盐丰原甲二林顶乡镇无预警的大停电，22万户的居民受影响。早餐店、烘箱、冰箱、抽油烟机拢无法度使用，饮料无法度冷藏，头前又只好提早休困。啊，物件拢无冰无有迄就会歹去啊。这间塑胶工厂内无电啊，暗嘈嘈，生产线也无法度开工。做几工场，几百几个人拢停掉啊，麻烦。整个工厂都停掉，到时候开机作业，我们平常全部都要重新验过啊。台电位于南彰北头中林电所的第一回流排故障，造成溪湖北岛二林大城顶9个变电所无预警大停电。台电人员紧急启动应变，复兴丰原工业区先恢复供电，中到12:10左右已经全部恢复供电。今天早上9:06的时候，那我们彰林超高压变电所的161000伏特的隔离开关发生事故。那我们是汇流排的隔离开关，电费折抵，它的基本电费3/1000折抵。回流排故障，台电表示发生几率增加，不过无法度预期甲事先预防。即摆南彰化大停电，将依据停电时间甲用户契约整类互因停电扣减。若讲用户因为停电受到损害，会以实际损害进行依个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目前是欠水真严重，真侪景点目前拢是大窟窟。伫嘉义的林奇潭，因为欠水，湖底土沙也拢闭开啊。伫台东的嘉明湖也因为欠水，规个湖面的面积是一直在缩小。另外，伫咧台南的东山天井的这个嘉利亚口，也因为欠水，历史一寡美景也拢完全看无咯。比起土地佮发草，看袂出来满水位是虾米景象。这是嘉义仁义潭的现况，有民众为3月11开始连续4天伫遮记录影像，翕到欠水的情形，提醒大家爱惜要用水。水也减少很多了，然后我就想说过来看看，然后也希望说能够呼吁大家节约用水。因为欠水情形严重，仁义潭跳水量降到剩39.1%，大部分的湖底拢现出来。两个做一个比较，即摆仁义潭甲去年5月比起来，水量明显变少。互人俄罗斯西口小水寺的天井瀑布，过去水量充足的时阵，会出现光水雷亚阵的这个奇景。不过最近欠水，这个壮观的景色已经看无了。因为目前水比较紧，所以那个放水的次数可能会有所调整。所以那边的水位可能要少一点。那西部欠水，有天晒目屎美名的台东嘉明湖，也因为久无落雨，湖水的面积愈来愈小，山寮的用水嘛剩1个月尔。嘉明湖山屋已经连日多日没有降雨，然后现在山区的水源告急。台东林管处呼吁山友上山进前准备好家己需要的用水，强度难关，以免互山寮的用水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捌伫咧网络顶头红选做是全台湾10大动物名称的高雄寿山动物园非洲狮小巴，进前就传出讲因为腰子病变甲真瘦真无精神。这个月初9，保育员也发现讲小巴食唔食食，规日拢伫咧困。虽然动物园真拍拼甲伊抢救，不过真正是传出讲小巴不幸过往的消息。
保育员看到小巴的前脚，也是饲伊食牛奶，拢会当看出非常细腻来照顾伊的举动。非洲狮王小巴自细汉甲哥哥小新，互寿山动物园人工养育大汉，佮捌入围着网络专台10大动物名册。12号却传出着死亡的消息。那小巴它其实在食欲上就很明显的下降。那因为其实在这中间，我们就兽医跟保育员就紧急的在给他们一些像支持性的治疗，那还有一些止痛剂。那当时还是很不幸的，在12号的时候，小巴那他就过世了。动物园表示，非洲狮仔上老会当活到15岁，小巴今年11岁，年纪已经非常大，这几档黄金断处遗传性的腰子病，影响到食物件，还有吸收营养嘛真歹，才会这么瘦。巧合保育员发现小巴状况变歹，赶紧抢救，也是死亡。往后的这样子一个延续，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传承啊，蛮可惜的啊。会跟他们说啊，说难免嘛，就是时间到还是会过世啊。小巴死亡，游客拢感觉非常的可惜。不过，有家长认为这是一届生命教育的机会，让囡仔知影生命是无常的。目前小巴的双生仔兄弟小新嘛有腰子的问题，但是病情拢伫咧控制当中。动物园表示，因会密切来观察。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16到10月这段期间会去访问日本甲南韩，进行国防外交首长的2加2会谈。在日本访问期间，也讨论到中国对全世界威胁，敢若这个议题就讨论真久啊。We will push back if necessary when China uses coercion or aggression to get its way. 在东京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2加2会谈，是美国拜登政府就任了后，重要国员头一摆海外正式访问行程。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缅甸局势变化，占用上侪时间的，就是中国对区域安全甲民主法治的威胁。近日，中国修改海警法，授权中国巡逻舰艇会当伫单方面申请有主权的海域对外国船只开火。对日本来讲，这对维护东海各岛属的主权是严重的假事。当然，中国伫南海军事扩大也是美日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題。東シナ海および南シナ海を含め現状変更を試みるいかなる一方的な行動にも反対するとともに、中国による海警法に関する深刻な懸念を共有いたしました。另外，美国国防部也由军方将领召开记者会补充说明，长期任职伫美军印太司令部甲驻地美军的海军上将福勒，更加明白地指出，中国就是21世纪上大的战略威胁。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sidious and corrosive and corrupt influence is at work globally and in this region. Some examples include their pursuit of multiple port deals, loans for political leverage, vaccine diplomacy that undermines sovereignty. 17到18，布林肯甲奥斯汀将伫首尔甲韩国进行同款模式的2加2会谈，延续北韩核武甲半岛局势。因为18伫美国阿拉斯加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将伫拜登政府就任了后，头一摆面对面，这两天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英国伦敦发生一个查甫民众去互警察绑票杀害案件，国会甲伦敦警察总部外口连续4天，拢有规定的民众去遐示威，认为警方的执法太过超过。另外，互看作限制人民游行集会自由的警察犯罪判刑与法定法案，16伫下议院二读通过啊。为英国妇女人身安全，甲警方过度执法问题请出来示威群众，已经连续第4天集合在国会头前广场进行抗议。示威者喊着口号，举着封杀法案，大骂警方的飘古牌，家庭中也放旧式甲青色的烟雾。33岁女子莎拉·埃弗厄特这个月初，予伦敦警察区认之绑架谋杀。群青人集合在伊最后出现的克利普汉公园周面哀悼，伊阁予警方用强硬手段驱离解散，予民众真生气。而真考试是即阵管理伦敦都会区警察局的克雷斯塔迪克，是这个警政单位190多年来头一个女局长。I think there's a lot of distrust with the public distrusting the police at the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people won't feel comfortable necessarily with playing post police officers. I think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being able to talk about it with men, and that men you're friends with, and just everyone being aware of what they can do to make women feel safer.
另外，一方面，洪大将限缩人民游行一批自由标签的警察犯罪判刑加法定法案，16在下议院通过立法。这项法案引起民权团体真大关心。受争议项目包含警方会使予示威活动设定开始甲结束时间，制定噪音标准，也用对社区民众生活造成冲击为理由，下令解散集会活动等等。刑法的部分，示威者若是无遵从警方的命令，上悬会罚2500块英镑罚款，破坏纪念碑的行为上悬会罚20年。工党表明反对这示威的说法。司法大臣大卫拉米讲，这项法案是拢乱糟糟。人权团体国际地下组织预测，警察犯罪判刑加法定法案若是通过，克利普汉公园为沙拉埃弗厄特州民的冲突场面将会愈来愈多。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讲到缅甸的军事政变，会当讲是死吃死，夺吃夺。军政府是用正粗残的手段镇压民众，目前是要到200人伤亡。缅甸的第一大城仰光有真侪中国资金的工业区，当地员工也惊讲受到中国工厂的牵连，会来无性命，因是赶紧离开这个大城市。另外，也有警消人员无愿意执行军政府的镇压令，也逃走去到隔壁的印度支持民众的抗争活动。上清上晚的卢工16开始来撤离第一大城仰光的来淡雅工业区，要来闪避华人工厂连日来遭到反政变示威者攻击，甚至放火危机。因摕到随身的物件，开伫奥多巴的公车也是拖拉机顶面，一路拢是人车，真混乱。我都快要这个龙我家出来刚没有，阿姨一点都先下来去。真侪无想要伤害家己百姓的警消人员也加入撤退逃亡的行列，已经有400多人被告邻国印度。钦邦前消防官员口误，因为无愿意配合命令，用消防车来驱散示威者，几乎放母放囝。第20-30名的消防人員對山區去印度，比着山寨來聲援公民無服從運動。Kayaknya itu CDM kan lah, dan polis supaya min menentukan, min lu silakan melakukan tarak mau, coba, ketidakkan。軍政府15宣布擴大戒嚴了後，大動作核簽鎮壓，講要用死刑甚至無期徒刑勞改來恐嚇示威者，死亡人數一直上升。聯合國呼籲軍方停止殺害、迫害示威者。More than 2,084 people remaining arbitrarily detained. At least 37 journalists have been arrested, of whom 19 remain in arbitrary detention. At least 5 deaths in custody have occurred in recent weeks, and at least 2 victims' bodies have shown signs of severe physical abuse. 在这时阵，各地反抗行动依然继续进行。仰光西部内区街路上，军警来阻止示威的活动，民众伫厝内底一直敲碗盘鼎来反抗。街路上也一直庆祝搞烟，也佫有庆声。港边的培义软桥顶边有示威者对军方所设的路障放火。南部港市土瓦民众也继续行上街路抗争，举着标语喊口号，有的骑乌托邦游行，呼吁政府结束镇压。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非洲国家伊索比亚的北部城市泰格瑞，对去年11月发生联邦政府加州政府的内战，这4个多月以来已经死过了1000人，大约有50万人是有路无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认为讲，这是当地政府正在进行消灭族群的行动。顺着街仔路行，四界拢是烧甲乌麻麻的战车甲武器。非洲国家伊索比亚为去年11月联邦政府甲州政府爆发严重的泰格瑞战争了后，4个多月来这场内战，互数千人无命。የተቀመረ ሰው ወደ ካብ ስታ እናተረፈ ቤተክርስቲያን ወሲድና ሰመንያ ካብ ሰመንያ በላዕሊ ኣብዚ ኣብዛ ቦታ እዚኣ ካብ ሰመንያ በላዕሊ ኣራይቲ And who killed them? ወታደርና ሻዕብያ激烈的内战，互当地黄土拢是落落来的庆子，烧起的建筑甲凊彩抬起来、踩起来门仔布。严重的内战，互国内真侪农地无人采收，阁有母国的13岁囡仔互杀害，有50万人失去家园，无厝通转去。互人道组织烦恼者的内面，有可能要死伫泰格瑞。ብዙሓት እዮም ተቆፂኦም ሕና ብዝኾነ ቆፅርናዮም መብዛሕትኡ ግን ኣብ ገዛ ዝተረኸበ ህዝቢ ግን ተረፈ የለ ኣብ ገዛ ዝተረፈ ሕና ሃዲምና ኢና ተረፈ ሰብ ግን ብጣዕሚ ብዙሕ ሰብ ሞይት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公开发言，批评这场内战是咧做种族的清洗。这嘛是国际社会内底头一名针对泰格瑞地区的暴行提出批评的官员。也毋过伊索比亚政府无承认这款的指控，认为布林肯的讲法是无根据的。公视新闻台上编译。
台中地检署伫咧去年9月查到农委会水保局台中分局秘书等5名官员涉嫌利用办理工程招标案接受厂商的招待，检方去年起诉这5名官员加9名业者。水保局表示讲，这寡官员伫今年2月已经送到庭改法院审理了。水利工程和民生真有关系，不过煞有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官员涉嫌接受厂商请食饭，搁去花天酒地。台中地检署去年9月调查，12月侦结，按照受污洗、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起诉5个官员、9个业者。接受厂商所提供有女陪侍的不正利益，那这一部分，检察官认为被告等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收受不正利益部分提起公诉。检方调查发现，当时做水保局台中分局的秘书杨燕山等5名官员，伫2019年3月到2020年6月办理总票金超过9000万的票案等18件工程，因率接受得到票案的乾坤顾问公司等9间厂商的招待，搁去有人坐台的 KTV 酒店或者是私人招待所消费，这钱拢是由厂商来出。涉案的官员承认有接受招待，水保局也表示已经把涉案的人调职，其他的等待司法的调查。在收押期间就是当然的停职，但是复职以后，我们已经把它降调为正工程师的工程。我们水保局都每一件都有去重新再去做抽查、抽验过，所以工程品质上面是都没有疑虑的。互起诉的官员和业者计共14个人。因为污洗是重罪，若事情明确，可能要关7档。水保局台中分局是表示，相关的工程拢搁进行查核，另外也针对内部流程搁在检讨，避免代志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逼出讲，中国的半导体公司比特大陆无经过许可就伫台湾设分公司，这3年来也抢走200多名咱台湾的工程师。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讲，若阵变作是台湾资金的企业，投审法律真歹介入啊。若阵有问题个案，干那会当请调查局进行调查。目前正咧调查20多间公司，大部分拢是半导体相关的产业。检地表出，中国半导体公司比特大陆伫台湾成立，地心新道这2间公司3年来高薪抢人，能被马台湾 IC 设计各界人才，包括台积电、联发科2月广电大厂王美花表示，只要有可疑证据，就会移送检调。如果直接隐藏成台湾的公司，目前大概会有多少？看起来是可疑的。确实有移送过大概20家左右。王美花讲，因为涉案公司已经为中资转台资，审查会无法度介入，需要由调查局来调查，目前查出基本上拢集中伫半导体相关产业。产业分析师表示，中国为了加速发展半导体产业，需要大量人才，无少着开大钱伫全球各地抢人才。台湾语言文化相通，佫是全球半导体重点，更加会成为中国目标。现在中国大陆比较缺的，大概就是 AI 的晶片的设计业，类比 IC 啊，通讯 IC 这些高阶的设计师，2-3年的时间，所以它可以开的价格大概约莫都是台湾的，你要谈到 double， 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投审会表示，以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规定，无经过许可，中资企业袂当伫台湾从事相关业务活动，违者会当处1年以下徒刑。另外，检调整治已经约谈地心新道负责人进一步厘清，丰丘的工程师敢是有偷摕核心技术，违者恐惊涉及营业秘密法定罪。有留意认为，这恐惊只是一小部分。中资抢人，监察政府除了检调介入调查，也应该找国内半导体业者联手防范中资恶意抢人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南美洲唯一的友邦，也就是巴拉圭，目前因的疫情是真严重。对外国媒体报道讲，台湾会甲200万吨的 AZ 疫苗予巴拉圭使用。外交部表示讲，这是一个错误消息，唔是互因是替因买。不过，正有风声讲巴拉圭要甲中国买疫苗，中国也要趁机会来救援费。外交部长高桥社表示讲，昨暗有甲巴拉圭外交部长讲过电话，双方也拢珍惜到邦交的友谊，也会交换疫情的资讯。
美国伫南美洲位的友邦巴拉圭疫情严重，传出当透过管道要向中国来购买疫苗。中国希望借着安尼做提升中巴关系，建立疫苗外交。这个时阵，阁有媒体报道，台湾一定将200万剂 A 疫苗配额转让予巴拉圭来应急。不过，外交部表示，这是无一个代志，好像转让疫苗，敢若协助购买尔。巴拉圭是我们的这个重要友邦，我们也透过不同管道在帮助他们牵线，让他们能够跟这个厂商去自己采购疫苗。那将来如果签约得到疫苗，他用我们的钱去买，他们也同意了，我们也同意了。我们的买的疫苗跟他买的疫苗是完全不相干的。经过巴拉圭卫生部的数据资料，全国有差不多18万人感染到新冠病毒，死亡超过3000例。巴拉圭希望参加 COVAX， 但是全国700万人口一定敢若伫第一轮分配中得到3.6万剂疫苗。当地也因为疫情控制无好，出现要求总统落台声音。这个时阵，中国疫苗大量送到南美，确实也带来压力。外交部长吴钊燮16日暗时甲巴拉圭外长通过电话，就合作交换意见，有稳固邦谊的意思。昨天晚上的确也跟那个巴拉圭的外交部长有通电话，那确保两国的这个情谊不变啊，也要确保两国在防疫上面会继续合作。外交部对巴国当地进行中的交涉谈判疫苗代志表示不方便评论。咱国是具有台巴友好的邦谊，伫既有的双边合作架构下，透过无同管道来协助巴国来买到需要的疫苗。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甲巴拉圭总统阿布多电话会谈，特别提醒巴拉圭必须爱加强甲台湾合作，并强调持续甲全球民主友伴合作，共同对抗疫情也甲贪污，也被当作是防止中国疫苗的公。记者综合报道。促转会本地伫今年5月就要结束啊，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支持促转会第2摆延任。行政院发言人表示讲，促转会过去所规划物件，也着爱有时间来执行，亲像是受害者补偿的部分会延期修法。不过针对促转会延期的部分，就国民党的立委用违章建筑来批评促转会。促转会5月就到期，敢有要延期？行政院长苏贞昌10日接受质询时，讲要互因搁延长一档。不是几十年的威权统治，1、2、3年间就能做完。我觉得应该多支持促转会，让它延续，并且任务要更充实。苏贞昌讲支持促转会继续运作。不过嘛，希望机关对任务的规划甲执行爱搁较招稳。促转会嘛表达，进前主要咧规划，刷落来重点会开始执行。那下一阶段的重点其实是转型正义怎么落实跟执行，几大重要工作里面，包括这个平复这个受难者的司法不法，然后要去补赔偿，这个也都需要法治基础。那这个我们草案已经完成。促转会有提出一个草案，就是这个权利恢复条例，就这种法案会推动嘛是转型正义的重要的一部分。这时间当然无够分，这个发动这个修法所以这嘛是延期的原因之一。行政院表示，促转会为成立以来，撤销了6000件司法不公的案件。不过，促转会原则上是规划型的机关，无权利执行补偿，未来会透过修法来互因转型。另外，对民间争取会认为，促转会延期就亲像万年国会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应该爱甲工课分予其他单位来做。行政院是回应，甲力量集中来做，可能效果会更较好。促转会成立这2档外，爱互因更较济时间。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陈玉珍是用违章建筑来批评，认为促转会根本无照法律来行。记者陈雅文、李小凯台北报道。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弄山壁意外，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指示讲，要赶紧推动苏花安综合规划，发生事故的路段也着要赶紧来检视，希望伫2030年之前会当完成苏花安甲苏花界的车路串联。另外，也要来推动修法，增加4岁以上旅客，若准是坐大型的巴士无下安全带，就要处罚的规定。到左上角扣上即可完成。游览车播放影片，示范安怎下安全带。车内空间座椅头前也拢有搭警示语，为了行车安全，要求乘客一定爱下安全带。不过实际状况是，敢少数的乘客有遵守规定。对啊，会弄的是少数。我之前做，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系。看路段，如果是山区会啦，然后跟高速公路会。
其实，交通部第2017年就提出修法，增订4岁以上的乘客坐大型车无下安全带的处罚规定。若做行驶伫一般公路无下安全带，会罚1500块；行驶伫国道还是快速公路，会当罚3000至6000块。另外，佫明定游览车还是客运业者应该用影音还是标示，互乘客知影安全导线甲下安全带的相关资讯。若做业者并无通过，上济会互人罚9万块。不过，这个法规经过立法院一致讨论后，都无佫继续。交通部是讲，会伫今年4月底前，重新用通过的版本转立法院来审议。不过，业者是讲，准讲法规上路，嘛敢若会当扣坑尔。出发之前，我们提醒完的时候，他会系上安全带；在半途中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把它解开，我们驾驶很难去做到说全面的一个管控啦。若是苏花公路车祸发生的路段，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目前已经伫做苏花安综合规划的其中报告，未来2年内会完成，包括着环境评估加计划核定，希望赶伫2030年完工。目前已经在做综合规划的期中报告，2030年之前。可以完成苏花安跟苏花改那全线的道路的这个串联。林佳龙表示，这个调速路段东澳到南澳路段是属于不是高帮线的路段，所以并无纳入苏花改，但是也是会进行14位弯路改善优化，而且当日进行综合规划的苏花安也会将这个路段纳入，完成苏花安甲苏花改专线道路的串联，建设更加好的道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环保署把委托伦敦政业学院计算出台湾应该爱收偌济碳排放的费用。不过，环保团体却认为讲，环保署伫今年所提出的气候变迁应用法，却是无甲收费的标准写入去，连时间的部分也无规划。3月17日，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讲环保署嘛伫去年委托伦敦政经学院 LSE 计算台湾政府对产业碳排放的收费标准。但是今年环保署提出的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当中，敢若讲到会建立碳费的收费机制，但是详细收费方式、时间等等，却完全拢无规范。那我想，碳定价第一个，它绝对不是要去找企业的麻烦，我们必须把排放1吨碳、排放温室气体，它其实对于环境跟社会所造成的成本给算清楚。因为我们把它算清楚了以后，才能够把它给纳入到企业经营的这个经营管理的策略，甚至是成本效益估算的策略里面。学者表示，碳费的收入会用伫温室气体减量的工课，若是会使把这个收入用伫补贴大众运输顶悬，互民众更加愿意坐大众运输，嘛会当达成减少污染的目标。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台中市的公车的这个补贴。它以前是前10公里免费，那这样子就改变了这个整个台中市市民就有比较更多的人就愿意去采用公车，然后也使得公车公司就有这个能够营运，所以整个这个运输结构就改变了。环保团体表示，环保署以前有讲，碳费按算一栋收100块的新台票。学者计算，安尼每度电敢若会收到8块银的碳费，每公升汽油嘛只有2角外的碳费，一定才会有效果。学者表示，若是 LSE 提出的方案落价真好，每栋对10块美金开始，慢慢增加到2030年98块美金的目标。甲每栋100块的方案相比，以1美金换28块新台票来算，上悬是会当差到27倍外。环团讲，台湾的减碳表现伫全球是排后坎的。应该较拍拼的，呼吁环保署爱制定有效的碳费才会使。记者郭碧君、张若水台北报道。为着要掠山鸟鼠，调查局和林务局开4年时间，开发一项是全世界台湾才有的台湾双无 DNA 鉴定技术，因有收集600组的迷你器和希诺器的板仔，完成 DNA 建档，会当根据着资料库的资料来证明讲，这山鸟鼠偷取财罪行。切一细地的希诺器，搁用玻璃气管采集起来，放入机器磨做粉，再搁加入化学药剂，用机器来抽炼出 DNA， 再搁由电脑算出图谱。用这个 DNA 建档技术，好亲像和这个希诺器有身份证同款。法务部调查局甲农委会林务局为2017年开始合作建立希诺器甲生螺的 DNA 资料库，做冻结山鸟鼠的重要资料。17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强调保护森林的决心。有这样 DNA 的资料库建立以后可以做比对，
可以驳斥他的辩解，那容易定罪对于打击山老鼠保护森林有很大的帮助。资料库我想这个在未来的一个就是取缔这个山老鼠的这个作用，绝对会发挥非常有效的一个功能。因为耳脑气伫木雕工艺市场正抢市，调查人员是讲，考量到松林地形，造成执法人员伫追查偷窃正困难，有必要透过科技协助来确保到这个证据。用这种技术，为2017年至2020年，也已经陆续建立600组耳脑气加生螺的样本。人类的 DNA 可以做，那我们认为植物的 DNA 也已经成熟了，可以来做。那对于保护我们台湾特有的红块跟扁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协助。在全世界，敢若台湾有的这种耳脑气 DNA 鉴定技术，调查局是讲，后盖若是森林当中珍贵的生物互人偷窃，只需要比对 DNA 资料库，就会当知影讲这茶到底倒来，互山鸟鼠无法度随便脱罪。记者综合报道。若要假就爱假好成。有一位伫咧美国留学的台湾人，伫咧当地超市买到一包新德米粉，等到厝里才发现讲，这外包装顶头写的是中国台湾省制造的，伊感觉真怪奇。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是出面来驳回，讲这位留学生所买到的是中国制造假的新德米粉。拄炒起来的米粉看起来就真香，世界有名声的新德米粉，真侪人拢爱食。不过，即马在美国传出包装写中国台湾省新德市制造的山寨新德米粉，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感觉实在真冤枉。它也没有电话，基本上很容易分辨的，就是说你一定客诉一定要有电话嘛，他也不敢写。不管我们任何产品我们销到中国去的话，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写中国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字眼。实际来到米粉店，架顶悬几啊款米粉，又在人客景，头家呼吁消费者要买进前一定要看清楚，制作的产地才袂去买到假。我们看这个 logo， 基本上就跟它那个橘色的带着 logo 不一样，它是画得很粗糙的，而我们的 logo 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其实仿冒就是这样啊，就是粗糙嘛。业者嘛讲，其实这款状况已经几啊冬啊，若是要拍看国公司成本伤悬，所以因只好提醒消费者买米粉进前目睭就要闭好金。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当年3月是家己卖产的指定花季，今年因为雨水较少，花季嘛延前咯。不过这花依然是开甲真水。当地观光业者表示讲，目前主文买旅游兼休店的人客已经排队5-6个月去啊。嘉义县梅山的水里川，毋但是茶米的产区，嘛是出名的赏花圣地。每当3月，水里的指定花开啊，都吸引真侪民众来吃。第一次来的，对，然后特别的这边的山特别的高，空气又好又很美，这样子，非常的很喜欢。看了之后到这里心情又很好，对啊。你如果有人潮，大家来看瑞里地区这个茶产业，他如果住在民宿，我看每一个民宿业者都很有在推广我们茶这一区块，因为如果没有游客，其实你也没有人潮，你也不会带动茶产业。水里举办花季活动已经4-5冬啊，每当这个季节，这的观光甲在地业者嘛对着指定花开花兴旺起来。在地业者表示，指定花的花期有3礼拜，刷来还有花金菇通看。我们民宿目前假日都客满，而且那个是沿未到那个萤火虫季5-6月份都是客满的那个状况哈，是非常有帮助的。社区表示，今年初山顶较寒，佮加上无落雨，指定花开甲比旧年较济嘛较水。嘉义县文管局讲，配合指定花开花这段时间，嘛有一寡活动，希望会当吸引民众参与，增加水里地区的观光发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伫咧云林北港有5间艺术馆，现场会当看到这个艺术展现因的手艺，也通好来做体验，带观众朋友来看。其中的一间是前老印刷厂，才有保留真侪古早的延字印刷设备，咱也做伙来看卖。老师傅苏明东当咧解说画板延字印刷的历史，伊手中摕一个茶箍啊，就是有80档历史手工画板印名片的技师。
这是嘉角艺术馆的其中一间华星印书局外办故事馆，收藏各种印刷的文物。即摆就是阮老爸吼，有留一寡只古早的物件，我就是本来就讲这，若无甲伊留咧吼，这废掉足无彩。啊，过来甲咱做件个真像样，吼，像过这灯光嘛拢足好，吼，所以你安尼啦。胭脂外版的出现，历史印刷更较利便，也带动台湾报纸业的大兴。不过伫戒严时代，因为有审查制度，若起唔到字，就可能落格。历史做文字相关的头路也就更加顶进。即马已经到数位印刷的时代，印刷也是传播消息、知识真重要的媒介。说明堂的册局兼故事馆，佮内底的文物，就是台湾印刷历史的缩影。整个改造的过程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就是让工艺师的工艺也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空间的设计里面。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整个空间更符合工艺师他本身的个性。北港进前到立经会选5位在地工艺师，甲因的工作室征收做北港嘉角艺术馆。苏明堂就是其中一位。民众若来北港，唔若拜拜，也会使来这寡所在欣赏手艺、体验工艺。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的日头会学运占领国会延期24天才来结束，真侪民众是用行动来表达支持，热心捐真侪物资。不过这物件伤过济，其中要食的食袂了就要拼戏杀，就家友想要来领，却因为唔是运动的参与者，煞就袂当领。看到这款情形的吴彦德，伊是开始思考讲家友的人生，也开始进行伊的街头计划。 2014年3月18发生台湾头摆民众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真侪民众送各种物资小天支持，但物件一捆仔送伤济，尤其是食物，食袂完只好单调。有家友想要去领，却领无，看到这一幕的吴彦德甲2位朋友开始思考街头运动也会当有虾米变化。所以我那时候发现说，今天在街上除了这些学生 之外，还有这些贫困的人，那他们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在街上也是一个，当人失去了住宿的选择的时候，他就跑到街上来住；当他失去了工作的选择的时候，他就跑到街上来做拾荒、做街卖。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在街上的人跟这样的学生，其实都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他们就是失去了一些选择的人，而街头就成为了一个人最后的选择。 吴彦德讲，因为无发言权，才会行来街头，家友嘛同款，所以伊甲朋友做伙成立人生百味这个社会企业，展开各种的街头计划。咱会用无同款的计划来去帮助一寡艰苦人，譬如讲是咱为上开始的时阵就咧办的石头汤的活动，就是会让互无同款专业的人，你可能无啥会晓煮饭，你毋是这方面的专业，毋过你嘛会使来，用家己的力量来做伙去接受到，一寡伫咧街仔顶生活的人。这边有3种，有鸡腿饭，然后麻油鸡，然后还有是蛙粿。这几天嘛有团体甲学校来记者做伙参与行动。人生百味表示，接触艰苦人了后，发现教育甲服务同款重要，嘛是因爱打拼的代志。 我们预设其实很多人就应该要可以顺畅的表达，我们预设很多人就是应该他要能辨识文字的能力。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来说，是他可能他没有这个条件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百味在后期的工作里面，我们希望人在脱离贫困之后，他可以带着这个贫困经验，然后团结起来，开始为他这个经验发声。 我会离开车头，将阮的生命拢总带走。鼓励这阿兄阿姊练习写字，嘛通消透心情。人生百味，唔那帮助艰苦人，同时嘛望求歌民众甲街头者的距离。因为一般大家想到要去甲即个人斗相共的时阵，拢会认为讲这是社工的专业。 一定爱有这个专业的人，才会使去帮助因。不过，人生百味拢毋是这方面的专业。不过咱就希望讲，每一个人你嘛会使用家己的方式、家己的力量来做这个代志。
面对街头散车的问题，社会大众常常有错误的印象，真正法币用陪伴来理解，嘛将这个影响力扩展出去，邀请民众做伙加入街头运动，让社会的善良力量发挥功能。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